伫咧南部真出名的野球学校高雄林园的金潭国小野球队，大部分这旧年的队员拢是5年的学生，致使旧年成绩无讲介好。不过今年休热短短1个月内，球队是小连续摕到3个冠军。教练也讲，未来会以国际赛做打拼的目标。 听教练的指示，球员互相练习野球的手臂甲打击。这是平均约袂12岁金潭国小野球队。去年因为球队大部分是5年的球员，所以成绩无介好。经过一档的训练，总算摕到好成绩。队员表示讲，这一档加在有教练的鼓励。教练讲，今年的6年有机会，会使去外口拍，嘛会使摕到冠军。挂沙袋，然后跑步。 然后就可以让脚程变快。金潭国小野球队伫1997年成立，2011年搬去美国威廉波特参加世界少棒锦标赛，可惜无进入复赛。后续干那拍到全国联赛8强，不过今年休热，因连续摕到3个比赛冠军。教练表示讲，其中性球杯的全国赛是头一届有南部球队摕到冠军。5年的球队要进这个全国赛了。 他都没有什么全国赛经验嘛，但因旧年就有啊，所以因今年起来时，因就比别人会较勇啊。野球队目前有30几位的球员，大多数拢是6岁囡仔，有的是为南马夏桃园地区来的。校长表示讲，学校提供宿舍甲沙凳，互囡仔通专心练球。反正有的就毋是拍球的了，但是教练有含阮学校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讲。 无放弃任何一个囡仔。其实金潭野球队嘛捌培育出真侪职业的球员，包括过去伫美国大联盟的刺激林。教练表示讲，成员大多数拢是新6年啊，未来继续以国际赛为目标，继续打拼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